哎，你看我这2年是不是老好多？谁说的？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啊？看你都出汗了。有点闷热，还好。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，对，特别开心。上台来，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这是规矩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你看咱这人缘，不用啊，我们合作10来年了，是，他对我也特别的好，经常的帮助我，帮忙，经常的提携我，对，特别好，经常提携我，真的，经常给我提携。您等会儿，我给你提鞋啊，我自己弯腰都费劲，你们俩快点啊，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上午刚通知可以出院，你就订了下午的机票，能不赶吗？你住1年多的医院试试看，你就知道有多想出院。那倒是，我也希望你早点出院啊。小周啊，检查，别落下东西啊。好。小周啊，这有一封依纯1年前给你寄的快递，你怎么没开啊？放那儿吧。那我替你看了啊，万一有什么好事儿，别耽误了啊。小周，这不是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吗？